有調查顯示，香港15歲至到84歲人士高血壓患病率接近30%，而當中大約一半唔察覺自身問題。有機構定期家訪同檢查長者身體，避免佢哋因病再入院。咁可伯咧，佢有血壓高嘅，同埋有啲暈咯喺屋企。有幾十年醫護經驗嘅盧念珠，舊年加入咗一個為長者提供個人化服務嘅護理團隊，一個星期大約會探訪10個長者。你好，可伯。你好啊，盧姑娘啊，同埋梁姑娘啊。你好。每次探訪，盧念珠都會登入醫健通查閱個案嘅醫療記錄，睇得到佢嘅醫療記錄啦、抽血記錄啦，同埋服藥記錄啦，幫佢做個整全評估，同埋咧幫佢做一個醫療計劃咯。心口唔舒服咗5分鐘，係痛嘅。呢一日，佢哋發現個案出現心口痛嘅情況，而佢屋企亦冇舒緩心臟問題嘅藥物。跟住就點樣令到佢冇咁痛啊？冇辦法，就係佢忍住痛咯。最後，佢哋決定叫救護車送可伯去急症室做進一步嘅檢查。盧念珠話：唔少長者分辨唔到邊一啲係身體發出嘅危機信號，結果延遲治療。醫護人員探訪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早發現、早處理。如果今日咧我哋冇嚟到啦，如果佢真係心臟嘅血管咧開始有啲譬如係緊塞嘅情況發生啦，可能嗰一刻先 call 白車，佢先至去醫院度治理咧，咁已經係延遲咗㗎啦。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，加上唔少長者都係獨居。護理團隊嘅負責人就話，長者入院之後往往只能夠處理最緊急嘅情況，出院後又缺乏社福支援，容易復發，令到長者不斷來回醫院同埋社區。醫院唔係好理解社區有啲咩服務。其實出院之後咧，佢哋識得點樣去按劑量食藥啊，改善生活習慣啊，咁呢啲其實先至係真正可以幫到佢哋。佢認為，如果香港嘅醫療同埋社福體制之間有更好嘅銜接，令長者出院後有全面嘅護理同埋評估，就可以大大減低長者經常出入醫院嘅情況。無線電視記者馮海玲報導。